再等會職係一位註冊嘅社工。咁之前呢，我哋呢都講過啦，進行呢個情緒評估嘅時候呢，我哋有4個步驟嘅：觀察、問同埋對症下藥。咁今次呢，請望文切啦。咁今次我哋就同大家分享第3個步驟，發問與聆聽。原來呢，喺情緒評估過程裏邊呢，發問同埋聆聽都緊要喎。發問係乜嘢啊？係指你開始接觸對方，表達你嘅對對方嘅關懷。最緊要嘅有自我介紹啦。咁你喺個發問嘅過程裏邊，等對方知道你係咩目的，點解要問問題。原來係出於關心，希望知道對方個情緒狀態，同埋希望可以呢幫佢作出一啲支援嘅。咁所以呢，你最緊要呢，就要表達佢自己，介紹咗自己好清楚，同埋你個目的。咁另外你就要接納對方嘅感受啦。喺發問嘅過程裏邊呢，可能一路呢，對方有唔同嘅感受，可能有正面嘅啦，或者有負面嘅。去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呢，可能比較敏感嘅，對方會覺得即刻有好大嘅反應都未必出奇嘅。咁所以呢，你要有呢個心理準備。最緊要就係咩？令到情緒困擾嘅對方呢，可以平復到佢自己嘅心情。即係你問嘅問題呢，你可以處於一個關心同埋了解你日常嘅生活嘅作息嘅狀態。咁但係千祈唔好呢，牽動咗呢一啲呢好激烈嘅情緒。如果唔係呢，你都收唔到貨。咁跟住呢，你就最緊要咩？從你嘅問題同埋對個對話裏邊，了解對方嘅需要同埋佢嘅憂慮喺邊度，同埋呢表達翻呢，可以有陣時呢問問題對方表達咗對佢憂慮同埋需要嘅時候呢，你可以表達翻你可唔可以幫到佢啦？會唔會有啲資源可以幫到你呢？會唔會你可以有啲行動呢？或者作出一啲轉介呢？或者你嗰個身體語言拍一拍啲膊頭啊，嚟一個擁抱啊，或者握手啊，代表一啲鼓勵，令到佢更加呢覺得舒服嘅。喺成個發問同聆聽技巧裏邊呢，頭先講過啦，我哋唔係陪問對方，我哋出於關心。去了解對方嘅心理狀態，咁同埋個問題又有連貫性嘅。當你設計一啲問題問對方嘅時候呢，係想了解你個需要，同埋有咩嘢可以幫到佢。所以呢個問題個連貫性都好緊要。同埋最緊要就係頭先我講過啦，一定要顧及對方嘅感受。如果呢就有一啲好激烈或者好負面嘅情緒嘅時候呢，你就需要去用呢一啲方法，或者一個身體語言啦，或者一啲説話呢，去平復翻對方嘅心情。或者例如我哋可以講，都過咗去啦，唔緊要啦，我哋不如向前望啦。啲唔好嘅嘢，逐漸就會離開我哋㗎啦。只要我哋正面去諗嘅嘢呢，負面嘅嘢就會離開啦。咁樣去令對方平復翻個心情，同埋呢，當你問問題攞到嘅資料嘅時候呢，你要去用你個心，即係我之前所講過你嘅同理心啦，最緊要就係思考當事人對方去表達一啲嘅意見或者説話。點解佢會咁講嘅呢？點解佢有咁激烈嘅情緒呢？如果我係佢，我又會點呢？用呢個思考。同埋呢，將你個人嘅主觀諗法排低先。可能你聽到對方做一啲好怪異嘅行為，或者講一啲好奇怪嘅説話，但係我哋千祈唔好呢，用一個好批判嘅角度、批判嘅眼光去諗對方咁樣呢，就會阻住咗你對呢個情緒嗰個觀察或者情緒分析個評估啦。咁同埋最後呢，你又要攞同理心去分析對方俾你嗰啲答案同埋你問嘅問題。咁頭先我都講過啦，一個換位角度緊要嘅。
即係話你問咗一啲問題，對方答咗你嘅時候，你只係用佢個角度去諗，可能你都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、唔同嘅分析。咁最緊要就咩啊？當你發問問題，去聆聽對方答你嘅嘢嘅時候咧，你係想做嗰個情緒嘅評估，亦都好平和，就係對方嘅立場去思考佢嘅需要，同埋作出相應嘅行為同埋支持。多謝大家。